主后2023年5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面对苦难学习交托。诗篇，咱做伙来听读第6篇。上主啊，毋通受气责备我，毋通大受气谴责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懒。上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易准。我的心非常惊吓。上主啊，你特时才要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活倒转来救我的性命，因为你有慈爱，就救我。因为世人袂纪念你，伫阴府啥人会感谢你？我因为海产野线，我逐暝流目屎淹我的面床，湿淡我的床铺。我因为忧闷，目睭拍歹，因为对你坐目睭花。恁做歹的人拢着离开我。因为上主有听见我啼哭的声，上主有听我的恳求，上主要接纳我的祈祷。我的对敌拢会见效大惊吓，因会忽然见效来踢退。面对苦难，学习交托。对人来看，无一定着拄着天灾人祸才算是苦难。伫生活中，当人拄着无顺利的代志，却久长的时间也无法度解决，内心感觉艰苦，这也是苦难。譬如讲，一个久长拢无法度治好的疾病，一直影响人的日常生活，打乱原本的计划，也是伫工作上受打压，无法度有所表现，毫无成就感，也是人际关系受刻意排斥，无法度打破僵局。既然这个种种，导致人内心失志、颓废、忧郁，看袂到希望，拢通讲算作是一种的苦难。当咱伫工作上遭受挫折，身躯有病痛，人际关系受排斥，检测咱家己掠做这个还无算是苦难，总是事实上苦难已经渐渐来临，咱可能会忧郁、担心、惊吓，甚至毋知影得惊什么。接续陷入恐慌，暗时困袂落眠，出现各种忧郁的症状，然后进入看医生和食药的循环。身为基督徒，常常受教导爱喜乐，总是咱往往无法度久长拥有喜乐的心，因为咱定定会互社会的现实甲压力困住地，才无才调挣脱。今仔日这首诗，诗人一开始就求上主毋通发大受气责备伊，若像暗指诗人捌引起上主的受气。不过，诗人并无祈求上主完全莫惩罚伊，反倒是希望上主莫伫受气的时施行惩罚，因为人承受袂起安尼的刑罚。对诗的内容，咱也发现诗人若像有身躯的病痛、软弱，毋若安尼，诗人的心搁较充满忧伤，需要上主医治。这种身心的痛苦，若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，因为安尼，诗人袂禁得大声求问：上主啊，你特时才要救我。
诗人是啥人呢？圣经伫诗文的头前有注明，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，连大笔王面对肉体甲精神的软弱，拢承受袂起。咱因为软弱哀叹，也在所难免。昨日咱需要学习大笔，毋管伫任何境遇，拢爱持守抓安上主，毋通放的心志。日常生活的难题，毋管是工作压力、课业压力，病痛也是人际关系失和，定定消磨咱的心智，互咱疲惫、野心，失去希望，无搁再有期望甲期待。拄亲像大笔所口述的，我因为海产野心，我逐暝流目屎，因我的面床，湿淡我的床铺。当咱的生活落伫低谷，感觉家己无法度翻身，搁再爬起来时，咱并无法度靠家己得胜，只有甲家己讲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学习大笔倚靠上主，甲家己的软弱伫基督中完全向上主倾诉。就算咱对这个世界失望，甚至感觉家己已经失去希望，也着向上主诚实吐露心声，求上主保守咱的心灵无受伤害，安尼咱就有机会翻身向上，赢得胜利。默想，我的内心有平安甲喜乐无？假使我拄着互我喜乐袂起来的难题，我通安怎做呢？我的内心有平安甲喜乐无？假使我拄着互我喜乐袂起来的难题，我通安怎做呢？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我是软弱的，常常因为无顺利的代志艰苦忧伤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知影你疼我，互我伫苦难中学习完全交托，得到你所赐真实的喜乐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